这种。也是永远永望我天后的真是为爱的。后来建了庙，然后我们举办上白家，到这个白家亭这边行使了祭拜祖先的人士，就这样上白家祭典。刚刚正前往那边清水，然后再到白家亭那边拜拜，然后到中华民族祖先的神位前拜拜。迎祖先啊！恭请祖先，到祖先牌位这边，恭迎祖先请神啊！请神啊！请历代祖先神位来到祭坛上接受祭拜。